好，咁咧有兩張卡，點樣去做登記嘅咧？好，有掂着個 mon， 啱啱改咗個密碼係呢一個，咁再撳 R 掣，咁再撳二井一井，再入 User ID， 咁我由01開始，咁啊直接拍卡落呢個卡喺度，咁我會顯示1嘅，卡先會顯示數字，其他係唔會嘅。撳井確認，咁再需要登記下一張嘅，撳星02井，再拍埋另外嗰張落去，咁顯示2啦，確認。咁啊冇需要再登記嘅，就直接撳登記掣。